到的是气象局上新的说明，继续关心苏拉风台伫昨暗已经增强做强烈风台。气象局嘛有针对屏东恒春发布陆上风台警报。按算伫今仔日中昼左右，暴风圈就会吸到咱的陆地。因为今仔日是中原是年度满涝的日子，云林以南的沿海地势较低所在，拢爱设置海水倒击。第9号风台苏拉搁再增强真济强烈风台，即马以1点钟13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西方向刷震动。风台的暴风圈慢慢进入巴士海峡近海，苏拉风台慢慢瓦近，台东南势大雨是落嚟停咧，来回南势甲离岛的对外交通全部暂停。都是旅游旺季的南势，因为风台来乱，旅宿业者的生意变真歹。预报说有台风的时候，我们就要特别提早的可能去进货，但又无法预期说那进货来之后，里面的客人会不会恢复那么跟平日一样那么多，所以有时候食材的一个预备也是蛮麻烦的。气象局针对屏东一个恒春半岛发陆上警报。伫台湾海峡南部、台湾东南部海面、巴士海峡，一个东沙岛海面航行加作业的船只，要严加戒备。因为今仔日中元节是年度的大满涝，云林以南沿海地势较低所在，爱注意海水倒灌的饮水。估计伫办事下昼2点几了后，暴风圈才有可能脱离南部的陆地。苏拉加海葵2粒风台是不是产生相台效应，也怪看。它的相对的一个位置来看的话，对台湾也不会造成说可能会使得苏拉台风滞留在台湾上空3-4天，或者是说苏拉台风又来一个回马枪。气象局讲，因为即卖环境条件正适合，所以苏拉风台伫短期内可能也是保持这强烈风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